namili ng老板，那刀子是吗？刀子呢也是一样啊。放那边一下哦。Mura lang dito ba? Tag ano 89. Dagdagan ko pa kaya yan. Kasi pag itinang lang siya.一样会啊，那里还有，那里还有，你买过吗？你买过吗？好用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来，因为我都觉得应该是吧？在那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应该是吧？89 lang siya. 89. 来，里面挑，里面铁来都89块来。要蒸笼啊，蒸笼买铁哦，这个是10人份肉加大的89块，89块。那汤勺、肉勺跟架上公子的89。还有这电蚊拍马蹄哦，没有蛋姐89，蛋姐89不是399啊，89。蛋姐不是399，不要看那个89。89 siya. 89. 你要3个人买，我也不买这个的。来89块来，89块来。哎呀，这谁手的？当热热桶煮一桶买3板马蹄哦，3板下面的竹子的不用做，那就是要做别的，下场公主来，Dami namili. 不用再下来了，3点就好了。 89 然后这么高的锅子它也是一样可以放，下长网这样子的锅它也可以放，但是锅它也可以放。跟加热打手没修，下长控制人。来89块。89 lang. 89. 那不需要那么快呀。Okay na siya, 89. 因为它为什么只是那小？因为像有些家庭它只有那么大的空间，太大的它不好看。 89. 来89块来。来，你们这样子。来，2点块举起来，3板拿起好，3板下面的竹子的拿起好，3板拿起好，那电蚊拍拿起好，电蚊拍拿起好，89块来，89块来，里面挑，里面点来，全部都89块来。来，2点块举起来，来，89块。 Allora, se si è lasciato lei da terra, stava siamo da stare, sta si fa la ricordiamo tanti qua. E tante lontane,
啊。哎，快起来！我跟你讲哦，剪刀都不要磨在这里，他不要磨剪刀的。都是台湾的山里市的啊，赶紧给他们想象。Domino. 打开了，大件的89万。那你不切刀子，怎么造刀子？那怎么不好用？对不对？那人家骗你啊！我都给你切600。老板娘，那可以砍的，不要那边磨啊，不要磨刀。500块而已。它是玻璃的，我跟你讲，你看这里来，你看这边刀刃上面有写刀刃，套鞋包又不要磨的。台湾制造的，台湾制造的。来，刚才多少都叫成功出来，加热的时候把手都不会烫的，89块来。它可以用手砍、木头砍、竹子，不用磨不会缺口，不会生锈，后面可以接，不够长把就可以接的。Tag-18 na. Okay na siya by 18 na. Ano siya na